停留訓練可以令狗狗學識冷靜。開始嘅時候可以用狗繩帶狗狗去床上邊，然後講指令 sit 同 stay。我哋開始嘅時候用近距離同短時間訓練，然後慢慢加遠距離同加長時間。起初要獎勵多啲，令到狗狗有耐性等待。而家同之前嗰隻狗狗個細佬做停留訓練，跟住就擺埋佢哋一齊。當狗狗起身嘅時候，就要立即叫佢坐返低。同兩隻狗狗食飯時做停留訓練，因為已經經常同佢哋做訓練，所以佢哋已經自動自覺坐喺張床上面。我特登製造啲聲音，睇佢哋可唔可以冷靜。放低狗碗前，講指令 stay。右邊隻狗狗對食物比較冇咁冷靜，然後講指令 OK， 叫佢哋落嚟食飯。因為右邊隻狗狗食得比較快，所以我要攞住條繩，等佢唔好食另外一隻狗狗嘅糧。食完就叫佢上返張床度等待。當佢冷靜嘅時候，可以不定時獎勵零食。當收晒碗啦，就獎勵佢哋等待。嘗試唔用狗床做訓練，喺冇床嘅情況下，難度增加咗，因為冇咗一個劃咗位嘅位置俾狗狗停留。就算狗狗唔願意坐，我哋都一定要堅持訓練佢嘅服從性。